今日要教大家客家话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嘎，今日要教大家客家话客家话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什么客家话客语呢？冇错，今日呢要教客话以前，先什么大家，先谢谢大家第一送在样片后帮我来去做分享啊，用哈里头呢，先什么大家给回应。那呢，希望这一系列可以越做越好。那今天呢 ，UID 那一束桶也有教大家客家话呢。最近是什么日子？大家知道吗？谈购黑阿爸阿妹觉得很开心的日子，但是隐形伤后真的，好啦，开玩笑的啦吼，冇错，就会给快好的啦。9月份呢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也是开学了啦。古时候呢，第亚威有一束桶有爱教大家哦，是哪一首呢？就黑亚束松福同，冇错，上学堂。那现在大家呢，就跟着我一起念吧。松福同，松福同，頭腦翹翹，頭腦翹翹，讀書真曉，讀書真曉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哆瑞咪，哆瑞咪，愛松福同去。愛松福同去，4、3、2、1，4、3、2、1，大梯1，大梯1，愛手青撒皮，愛手青撒皮，耶！大家都懂撒皮哦，很嗨，没错。松福同，不晓得大家呢心情是欢喜还是唔欢喜呢？但是我才不管你们的心情呢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松福同啊，上学，小朋友呢一定在期待说，哇，今天要上什么课？哇，今天要上什么课？都非常的欢喜。但是呢，亚述松福同爱用的来教呢，今日就爱教大家哦。好，那这首上学堂呢，其实有唱跳以外呢，也有念读。但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，松福同给时间，那我先问大家，上学的时候爱带嘛嘅要带什么？今天呢，就要教大家几个小词汇哦，比方说笔，还有书，还有书包，还有看书。还有发图，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词汇呢，都可以让小朋友呢一起来联想看看哦。那我自己就会想象一个故事，比方说松福同嘅時節，愛做乜嘅，愛帶乜嘅呢？嘅時節，愛帶乜嘅？書包，懂好。那書包裡會有乜嘅？筆，什麼？筆，懂好。還有咧？書，很好哎。那有書有筆，愛做乜嘅事情？很好，還愛畫圖，錯冇？那畫圖嘅時節來問你哦，有懂歡喜冇？有還是冇？懂好，泡泡樹。松福同啊，其實也有許多的遊戲要教大家。不過呢，在玩這個遊戲之前，要請老師以及阿爸阿妹聽錯愛先搞記掉1到10嘅客家話。客家話應用版過來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好，正批好嘛？好还是唔好？好，快死了！不错哦，1到10就会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会教嘅游戏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刺激。怎么说呢？我会先正批后，B 数含过一种字。还有呢，书包或是教他们做动作也可以。那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当我选到小朋友了以后，我会先2撒、3撒、4撒都做得，请大家呢排好来，等下呢我就会问大家好，上学堂，先你留2撒做得吗？出来，加油啊！家家欣赏上课爱做马嘅牙，愛三支筆，用白個，等好泡泡手，拍拍手。
主题呢，要请书请笔，因为呢，还要请他们呢，可以想看看爱爹讲嘛嘅，比方讲我要讲看书，把动词加进去，发图用笔呢来去联想这一个词汇。看书，快是看书怎么说？看图，对，快是发图，发图是这个吗？发图，来，客家翻用版个。发图不是挖土哦，好吧，可爱哦。好的，那当然呢，这个小游戏分享完了以后呢，当然也有唱跳要教大家呀哈，英雄 Q 哈伦收好筒喽。轻巧，英语三四哆来咪，爱上学同意，四三二一大题，爱手青沙皮。轻巧，一二三四哆来咪，爱上学同喜，四三二一大题，爱手青沙皮。跳闹跳跳，读书轻巧，一二三四哆来咪。超猛啊，懂腔，就是很棒的意思。没错，冲上来以后啊，起身后，要邀请阿爸阿妹韩国先生再一次复习我们今天教的客家话。送好筒的时间，我带嘛嘅书包，还有呢，第二个词汇，我带嘛嘅呢，带笔，书本，书。韩国上下来呢，拿笔会做嘛嘅呢？当然就是要发图、画图、发图、看书、看书，这样子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哇，今天呢学的课语呢非常的简单，希望可以提供阿爸阿妹也黑欣赏做一个分享的参考。那如果有不同的建议，也黑想要切磋的分享方式，也可以在下方 Q 哈了留言呢。我们预计在每个礼拜不知道几的时候，也还是呢什么时候会播出，我也不知道。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喽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拜拜，张伟亮。